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30，旧历的9月初2，礼拜一。中度风台米台暴风区已经离外岛的11点吸到台湾东南部的陆地，宜兰甲花莲的风雨愈来愈强。下晡到尾暗仔，北部县市嘛陆续来进入到暴风区，风雨是明显增强。要提醒咱北部甲宜兰的乡亲，暗时无代志，莫出门。中央气象局讲，未来这个米塔风台将会沿着东部海面就北，然后通过东北角的沿岸，再过进入北部的海面。下晡到明仔载透早，是这个风台上挖近台湾的时阵。有关米塔风台上新的进展，咱要请咱的气象主播方叶涵讲互乡亲知。我们持续来关心米塔中台它的最新动态。现在台风就在家门口，那么现在停班停课的观众朋友应该在家感受到是间歇性的风雨，有时候觉得很奇怪，外头怎么好像没风没雨？您可以看到，现在台风其实就在家门口，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今天包含北基、宜兰跟花东一带，已经先感受到比较强风雨的状况。那么由于是因为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所以它是一阵一阵的甩雨进来，所以观众朋友才会感受到一阵的强风，但是一阵子又是停风的状况。特别提醒您，接下来台风只会越来越靠近台湾。我们从警报预测图，您可以清楚的看见。观众朋友或许想问，中心点会不会登陆台湾？现在是不排除，因为它非常靠近的往北西的方向前进。目前中央气象局预估它是非常稳定的往北西方向前进。那么预测在今天傍晚到8点钟左右，它的中心点会最靠近东北角，东北角就要注意有破坏性的强风发生，因为您可以看到它现在的7级暴风半径已经来到了180公里，现在预测路径可能会再增强。那么我们要注意到是，现在海警的范围包含整个北部海面、东半部海面，还有巴士海峡，以及整个陆上警报范围都是整个中部以北，还有花东地区，所以观众朋友是务必要严加戒备，一路到明天清晨以前都是不可轻忽的。那么现在中央气象局也提高所谓的豪大雨等级，我们就来看到接下来的警戒范围，目前包含宜兰的山区已经改成了超大豪雨特报，所以住在宜兰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。红色的部分包含新北以及桃园的山区，还有宜兰是大豪雨特报。那么另外您可以看到橘色的部分都是属于豪雨特报，等于说是整个中部以北地区都是要注意有强风豪雨的情况，但是雨区范围下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。我们一起来注意到，从今天午后开始一路到明天的白天，您可以注意到是今天晚上最主要的落雨区范围都是落在北基一带，还有桃园的山区以及宜兰的平地。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，随着台风逐渐靠近，再逐渐北转上来，您可以看到带进更多的北风和西北风，所以中部以北的地区就要特别注意雨势会开始增强，所以下雨的范围是不一样的。那么现在风力也开始逐渐增强了，从今天傍晚开始有可能飙到10级阵风，这个地点就落在北基还有宜兰地区。宜兰现在不排除可能来飙到12级的强阵风，那么10级阵风也包含北基一带、桃竹苗地区，还有绿岛、兰屿以及台东地区有7到9级的强阵风。所谓10级阵风，就是可能屋瓦都被吹翻，所以观众朋友特别要注意。那么接下来整个全台湾的雨区范围，我们为您整理。我们来看到雨区范围的部分，最主要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基隆、还有宜兰以及北部花莲，从今天晚上都是强风豪雨的情况。那么您可以注意到的是，苗栗到台北地区午后呢，或许还有一些停雨的空档，但是从晚上开始就是强风豪雨。那么中部、南部地区影响稍微小一点，中部是倾向于都是间歇性的风雨，偶尔会有停风停雨。那么其实南部地区最主要都是山区会有阵雨的状况，而东部又不太一样了。今天晚上呢开始，其实风雨会逐渐减缓，但是今天白天一整天都是属于沿海风浪强大，所有的海上作业是务必停止，到明天白天以前都不可掉以轻心。以上是最新的台风动态。